提示句 It is Napa Apollo cabbage, which I eat as lettuce leaves。這是納帕阿波羅捲心菜，我把它當生菜葉吃。一、動詞用簡單現在式，主要係表示非動態動作喺現在一刻或者係平時持續，以及動態動作喺現在平常發生嘅。1A 有啲動詞所表示嘅動作呢，係包括靜態動作，例如 carry、lie、stand、burn 等，同埋狀態動作，例如 love、possess、want、be 等，稱為靜態動詞或者係狀態動詞。呢啲動詞使用簡單現在式嘅時候呢，係表示動作個別性或者係平常性持續嘅。He carries a suitcase。他提着行李箱，靜態動作。She loves reading。他喜歡閱讀，狀態動作。1B 動態動作使用簡單現在式嘅時候，主要係表示動作喺現在平時發生。She collects seashells。他收集貝殼。I pay my bills online。我在網上支付帳單。He teaches English。他教英語。2. 表示現正發生嘅個別動態動作，通常係用現在進行式，好少用簡單現在式，因為一般只係喺以下少數嘅情況下，有可談論嘅事，確實或者視作說話人喺說話當時短暫嘅時間內發生嘅。2A 宣告內容嘅生效同埋表達呢係同時發生嘅。I resign。我辭職。宣告係指將內容當面向本身對象發出嘅動作，帶有通知、知會、聲明等嘅意思，並唔係話單單作信息嘅傳遞嘅。2B 配合動作嘅說話，展示性動作同說話係同時進行嘅。I hand you this book。我把這本書交給你。2C 體育報導。動作嘅發生同埋報導呢，係需要讓人有同時發生嘅感覺嘅。Kevin passes the ball to Hagen。Hagen shoots and scores。卡爾文把球傳給克根，克根射球而且得分。2D 人或事物出現嘅提示，對於被提示而獲悉嘅人嚟講呢，某人或者某事物出現就好似呢係喺提示者說話當時發生咁樣。Here comes the bus。巴士來了。提示句 It is Napa Apollo cabbage, which I eat as lettuce leaves。這是納帕阿波羅捲心菜，我把它當生菜葉吃。1. 動詞用簡單現在式，主要係表示非動態動作喺現在一刻或者係平時持續，以及動態動作喺現在平常發生嘅。1A 有啲動詞所表示嘅動作呢，係包括靜態動作，例如 carry、lie、stand、burn 等，同埋狀態動作，例如 love、possess、want、be 等，稱為靜態動詞或者係狀態動詞。呢啲動詞使用簡單現在式嘅時候呢，係表示動作個別性或者係平常性持續嘅。He carries a suitcase。他提着行李箱，靜態動作。She loves reading。他喜歡閱讀，狀態動作。1B 動態動作使用簡單現在式嘅時候，主要係表示動作喺現在平時發生。She collects seashells。他收集貝殼。I pay my bills online。我在網上支付帳單。He teaches English。他教英語。2. 表示現正發生嘅個別動態動作，通常係用現在進行式，好少用簡單現在式，因為一般只係喺以下少數嘅情況下，有可談論嘅事，確實或者視作說話人喺說話當時短暫嘅時間內發生嘅。2A 宣告內容嘅生效同埋表達呢係同時發生嘅。I resign。我辭職。
宣告係指將內容當面向本身對象發出嘅動作，帶有通知、知會、聲明等嘅意思，並唔係話單單作信息嘅傳遞嘅。2B 配合動作嘅説話，展示性動作同説話係同時進行嘅。I hand you this book， 我把這本書交給你。2C 體育報導，動作嘅發生同埋報導呢係需要讓人有同時發生嘅感覺嘅。Kevin passes the ball to Hagen，Hagen shoots and scores。卡爾文把球傳給克根，克根射球而且得分。2D 人或事物出現嘅提示，對於被提示而獲悉嘅人嚟講呢，某人或者某事物出現就好似咧係喺提示者説話當時發生咁樣。Here comes the bus， 巴士來了。提示句 It is Napa Apollo cabbage, which I eat as lettuce leaves。這是納帕阿波羅捲心菜，我把它當生菜葉吃。1. 動詞用簡單現在式，主要係表示非動態動作喺現在一刻或者係平時持續，以及動態動作喺現在平常發生嘅。1A 有啲動詞所表示嘅動作呢，係包括靜態動作，例如 carry、lie、stand、burn 等，同埋狀態動作，例如 love、possess、want、be 等，稱為靜態動詞或者係狀態動詞。呢啲動詞使用簡單現在式嘅時候呢，係表示動作個別性或者係平常性持續嘅。He carries a suitcase。他提着行李箱，靜態動作。She loves reading。他喜歡閱讀，狀態動作。1B 動態動作使用簡單現在式嘅時候，主要係表示動作喺現在平時發生。She collects seashells。他收集貝殼。I pay my bills online。我在網上支付帳單。He teaches English。他教英語。2. 表示現正發生嘅個別動態動作，通常係用現在進行式，好少用簡單現在式，因為一般只係喺以下少數嘅情況下，有可談論嘅事，確實或者視作説話人喺説話當時短暫嘅時間內發生嘅。2A 宣告，宣告內容嘅生效同埋表達呢係同時發生嘅。I resign。我辭職。宣告係指將內容當面向本身對象發出嘅動作，帶有通知、知會、聲明等嘅意思，並唔係話單單作信息嘅傳遞嘅。2B 配合動作嘅説話，展示性動作同説話係同時進行嘅。I hand you this book。我把這本書交給你。2C 體育報導。動作嘅發生同埋報導呢，係需要讓人有同時發生嘅感覺嘅。Kevin passes the ball to Hagen，Hagen shoots and scores。卡爾文把球傳給克根，克根射球而且得分。2D 人或事物出現嘅提示，對於被提示而獲悉嘅人嚟講呢，某人或者某事物出現就好似咧係喺提示者説話當時發生咁樣。Here comes the bus， 巴士來了。